徛台湾看世界，来看美国11月初5要来举办总统大选。美国时间3月初5就是超级礼拜二。超级礼拜二的意思就是有上侪州伫即天来举办着初选。美国总共有16个州甲一个海外领地伫即天来举办着民主党甲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初选投票。民主党方面，外界普遍认为现任的总统拜登会争取连任，那共和党就是前总统川普赢面上大。有支持者收听真有自信，牵连到未少官司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科罗拉多最高法院去年12月做出禁止参选的判决，川普进一步拄掉加州共和党共主的障碍。I want to start by thanking the Supreme Court for its unanimous decision today.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We're very well crafted. 共和党初选较大，川普摕到244张党代表票，伊的对手争取联合国大赛海利，敢来摕到43张票。伊想要伫一天内改变局势，敢来当望望3月初5。因为这天全美16个州加上美属萨摩亚，总计有占全部党代表票超过1/3，874张党代表票将会决定归属。这有可能是海利唯一的机会。I voted for Donald Trump twice. I was proud to serve America in his administration. But chaos follows him. And we can't be a country in disarray and a world on fire and go through 4 more years of chaos. 是讲川普明显无将海利当作是对手，只要提下超级礼拜二，川普就会当得到党提名。根据 CBS 上新的民调，卡数1月底3月初选总统，川普的支持度超过拜登4%。原因就是选民是愈来愈烦恼拜登的年会，也有身心健康，会真歹继续传染美国。Additional food and supplies into Ukraine. 当然，见外边这么重要的场合，拜登可以将加塞和乌克兰舞唔掉去。是讲民主党并无任何人会当挑战拜登，拜登争取连任会是一个定局。指控之数总统大选有可能也会出现4年前川普拜登的对决。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